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历史悠久、非常受到敬重的安平凯达天后宫，伫最近呢都进行改选。新的委员呢，对着讲未来要安怎来推动，因有新的理念，也有创新的看法，希望呢会当来打造新的庙宇、新文化。所以今仔日咱市民形象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安平凯达天后宫的团队，到咱节目当中。咱今麦就先来欢迎安平凯达天后宫新任的主委卢有礼卢主委，欢迎您。市民之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安平凯达天后宫最近刚选出来第12届的主委卢有礼，感谢大家，谢谢。另外，咱嘛要欢迎安平凯达天后宫新任的总干事林国民总干事，欢迎您。好，足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市民新声，来参加这节目，来发表着安平凯达天后宫未来要发展的途径，伫遐感谢大家，谢谢。所以咱安平凯达天后宫吼，已经有352档的历史啊啦吼，咱真侪观众朋友呢，可能对着咱安平凯达天后宫嘛想要进一步的认识，所以咱节目一开始吼，咱就请主委来给咱做一个介绍。感谢各位观众。咱安平凯达天后宫伊的这个设立呢，是当初因为地仙宫对湄洲屿吼，来迄个恭请咱天上圣母，过来咱台湾，伫即个公入去即个导览中组成，就是咱即摆安平古堡，就是咱大家咧讲的即个王城。当初伊请三尊天上圣母来的时阵，伫伊的囝地金伫1668年的时阵，来甲建立即个庙宇，即个庙宇。伊当初的时阵，就甲号做天妃宫，因为当初迄阵，迄个咱的迄个皇帝，都甲贴封到迄阵是天妃，所以咱用天妃这个名，咱甲设这个宫的天妃宫。当初伊设立这个时阵吼，是互伊来官方的遮个迄个官员创啥吼，咧祭拜的所在。咱迄个天后宫吼，伊伫迄个1668年的时阵，咱设立到咱即阵，2019年拢总头尾有352档啊，对，所以算阮也是一个历史真悠久的即个庙宇。对，所以咱安平凯达天后宫呢，会当讲是咱台湾本岛上早的妈祖庙，但是有的人就会讲，因开始上早，因开始上早，到底算是上早？咱这当然要有历史的考据嘛，所以这个考据是怎样？是不是也请注意给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我伫我的迄个时阵吼，我嘛唔知，但是我有去看到一本早期迄个。咱一个文史工作者的迄个苏同比伊的迄个先生伊所写的迄个《台湾古今》这一书内底有去讲到迄个台湾上较早的妈祖，伊有咧讲起，伊讲台澎地区上较早的妈祖是应该是平湖天后宫啊，但是伫台湾本岛，伊就是讲咱。安平的这个天妃宫，就是迄阵的天妃宫，就是咱迄个服侍的妈祖上多。所以据我了解即摆大家拢讲伊上久啦，所以我也袂去争论这个代志。但是我会当去确认一点，就是讲，阮迄个安平天后宫就是以前的天妃宫这是确实台湾上较早的一个官庙。迄个官方咧祭拜的庙宇，这是会当确认，就是咱台湾本岛上较早的一个官方的。对，这是有历史考据的啦吼。所以咱今年历史遐尼久相信讲咱庙内有足侪珍贵的文物对无？所以这个部分，敢是有甲咱观众朋友做一个介绍。阮这个三星妈祖当初电仙宫恭请过来时阵伊有分大马、二马、三马。阮的大马伊的神坛，迄个坐的时阵是4笑4，二马4笑，
3码4尺2。是。但是吼，伊全部拢是软身的，伊这若个用个徛悬起来，在站立的时阵吼，会差不多要到7尺悬的。哦，会当站立起来。会站立起来，拢比咱的人较悬。伊的手啦吼，创啥拢活动的。伊的骹吼，甚至伊的骹吼，是迄个3寸金莲哦。含咱以前咱的白骹吼，会用的完全共款。所以阮迄个妈祖若要出门的时阵吼，有来请咱的迄个中老，还一寡迄个查某人啊，有哪来甲白骹白落好势啦，穿迄个3寸金莲鞋。伊的手吼，有哪拢活动的，有来当挂手指，会当就相当的水啦。迄个有时间有大家吼，会当去阮遐安尼去看这3尊妈祖，相当的重要。对，好特别。这是伊的，搁伊当初伊迄阵吼，穿来即个地仙公请来时阵吼，伊穿的迄个衫吼，即阵阮有甲保留起来。有甲保留。所以伫咧估计吼，应该是伫迄个明朝的时阵，就留落来迄个衫。即摆阮有有甲保留掉咧。所以这个相当珍贵，迄个3尊妈祖非常珍贵。对啊，所以除了妈祖以外，应该也有一些碑文呐，或者是说一些剪黏艺术啊，而且我们安平在地还有加上剑师，对不对？对，即摆吼，搁有一点吼，会当去确认的，就是讲阮看迄个湄洲岛吼，迄个土产哦，的升梁港吼，就是咱妈祖出生的所在。这个出生的所在呢，这个升梁港吼，跟咱的关系吼，我最近过去因遐去抓的时阵，因迄董事长吼，有甲我探讨这个代志，伊看到我去吼，相当的欢喜。咱摕一个资料我看，伊甲我讲，迄个罗主任啊，你敢知影吼？今年吼，就是当初咱迄阵，恁来甲阮起咱即间祖祠的时阵吼，迄个妈祖是迄个出生地起的这祖祠的时阵。迄阵起的时间，含即阵，同款拢是己亥年。这个己亥年，因以早迄个己亥年的时阵是240担，240担钱，咱甲捐钱、甲关系去遐起的。所以吼，伊足珍惜，伊看到咱安平天后宫我去的时阵吼，有够欢喜的，甲我讲吼，今年吼，我那己亥年吼，咱迄个安平天后宫吼，顶界主委吼。有甲答应讲，伊即摆咧新起的即个迄个5门的山门吼，即个中央的即个九龙岛吼，咱安平天后宫要甲建，要甲起好势。伊伫遐咧欢喜讲吼，是毋是会当吼？伫即个今年的即个9月的时阵吼，有若己亥年的时阵吼，麻烦恁来甲动土者，正式来甲起这九龙岛。是欢喜啊！所以你来看，伫240当前的时阵，咱安平天后宫就含伊现阳港的即个祖祠吼，都连接遐尼大的关系啦。所以我会感觉吼，咱的妈祖的伊的迄个信用含伊的所传达迄个信息吼，是伫咱沿岸这个地方吼，有了起了相当大的那个作用。对，哇，这个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哇！那我们知道说安平开在天后宫嘛，吼，有成立一个妈祖学院，吼，妈祖学院啊，所以伊是希望讲会当来推广这个妈祖信用文化嘛。即马推展状况是安怎？迄个咱的妈祖学院吼，是对阮迄个阮安平天后宫的文教基金会吼，迄个去做主导的。这个文教基金会吼，就是针对着咱安平天后宫吼，对这个妈祖伊的一寡迄个文化吼，咱无法度能够发扬出去的吼，咱借着这个妈祖学院吼，来去做宣导。对。伫遮吼，我有早来就有3本迄个咱迄个妈祖迄个研讨会。研讨会对，有办过那个研讨会。阮连续办过4届。哇！办过4届时阵头3届是由咱迄个天后宫去办，第4届时阵吼，是由咱文化部，咱中央文化部去看到咱咧办这吼，相当的重视吼，所以咱来迄个同阮做伙来参与办这个学术论坛。
这本资料我今仔都袂紧查啦。这本资料已经列入为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图书馆里面的藏书，已经有列入。但是这个文教基金会阮会阁继续伫阮总干事咧领导之下会当阁继续有把迄个妈祖迄个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所以安尼讲起来无简单的，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学院来办这个妈祖信仰的学术研讨会，结果办3改料变成文化部看见了，对，一看到啊，所以变成伊来办。哇，安尼真正是无简单，这带动这个真的是妈祖信仰文化啊，大家会来一个研究一个研讨。是，因为我所了解因为妈祖过来台湾了后时。咱的沿岸地方，因为咱迄阵毋是伫山顶去建造，无就是伫海上掠鱼创啥。对。伫海上所甲发现靠近海边的所在差不多拢有服侍妈祖侪。所以伊对这个妈祖的迄个依爱心含敬仰妈祖迄个感觉妈祖甲伊庇佑的这个信心相当的大。对。所以当会连接的相当大的迄个，我所了解所有伫台湾所有信仰的这个新村内底也是咱天上宣布咱妈祖的迄个庙宇是上介多。对，所以这个信仰也是香火最鼎盛的啦所以除了讲平常时都做侪人去参拜以外，咱知影讲安平开台天后宫每一档嘛拢有做侪重要的活动，这个活动嘛是拢大家小侪报道，因为都办得非常的好，这个活动嘛是请注意甲咱做一个介绍。阮安平天后宫拢总有4个足大迄个活动，第一个就是伫咱旧历要过春节的这个时间，咱有办着迄个光明顶含太岁顶的迄个祈求的迄个庇佑的活动，含春节迄个时间，咱有1礼拜的时间咧过迄个七星桥。七星桥。七星桥就是咧甲咱这信众，咧甲保平安，咧甲迄个开恩下罪所以安尼这未来的这一冬内拢会当过平平顺顺伊的心想会当实现对，这是咱这个春节咧办的活动。过来就是咱迄个3月23，这个妈祖的这个生日是。有若伫这个生日的时候，由咱迄个安平十角头大家共同来尊崇咱的妈祖，来敬这妈祖一个迄个足大一个祈求含一个平安夜。过来就是这个7月初7，咱大办了这个登大人的迄个16岁登大人的这个活动。这个就是咱的做父母的人第一个看伊的代志，因为这个囡仔从咱早期的时阵就是拢细汉囡仔话，早期真正呢，过16岁个薪水较有当。这件咱台南安平才有嘛，对无？有才开始的。做这个是做16岁其实是对于咱府城的安平开始。对。对咱较早罗市长咧讲的，有迄个台南。有府城，就是因为有安平才有府城迄个讲迄个意思安尼。所以伊做这个16岁，相当的一个足大的一个意义，我感慨足深的，因为我本身有安平人所以我真知影，迄老母对咱的期待含创啥，因为咱迄阵迄个思想较成熟知影讲士大人对我们的养育这个知恩知影通要来友好士大人。嘛一直讲，我16岁肯出来打拼，来替士大人斗趁钱，因为较早生的囡仔多，就爱大家较紧会当去趁我钱，来甲士大人斗3工，来敬这囡仔。这个时间的时阵就是阮天后宫有去感受到，因为这有去关系到囡仔的未来的将来，含这囡仔对士大人的这个孝顺创啥，这种的这优质的这个咱一定爱甲教育，一定爱分知影。所以，阮天后宫较足坚持，一直要办这个活动。所以来到这已经这第22届啊。哦，22届应该是安尼。所以所以我就有足对这个因登大人
含即届今年的上新的一种扭转新希望，就是讲会员知影他们的未来是什么。将来阮钟干事他的那个的想法可能会更创新。我希望明年会有更创新的。今年很不错，也有从台中来的，也有从台北淡水来的。他们的家长看到主委我跟你照张相欢迎啊，讲他儿子刚好能够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真欢迎。真的很有意义啦。搁过来就是咱妈祖夜妈祖4当一届夜妈祖。这个我可能我很大胆的敢讲4当一届的夜妈祖可能也是阮迄个全台湾阮上界早。这个夜妈祖的这个文化我大约有去遐看过普通因妈祖桥工的出来的安尼行。阮迄个夜妈祖的时阵像讲咱决定3月20要夜妈祖。这个要夜妈祖这天的3天前3天前。较早迄阵阮安平较六角头3天前阮就会去迄个上庙那个城隍庙。城隍庙内底有2尊。迄个大李爷，咱台湾咱古城咧讲的7爷8爷，伊就出来洗爷镜，晚上他就出来了。经过迄个夜妈祖要行的迄个所在，倒一个所在，伊拢去巡过。先去巡。伊拢去巡过，互这个迄个要游景的这个景路，互伊足清气，也没有那个污秽存在到了后正式夜妈祖迄天的时阵，妈祖才出来。阮这个桥佫有一个足大这个特色。我到这阵我伫台湾省毋捌去看过。早期阮咧夜妈祖的时阵，阮妈祖桥顶悬佫有2条迄个细老椅啊。迄2条细老椅啊都坐2个金童玉女。那个差不多4、5岁的男孩子跟4、5岁的女孩子，跟着妈祖的叫。伊叫安尼规路咧说，这个意义含创啥我真正甲回想起来，相当的大，就是妈祖扶持遮个囡仔，安尼有哪甲顾，有哪甲顾，要顾大汉，要有成就，要有成个，所以拢甲箍伫伊个边仔。伊出桥的时阵这金童玉女拢要缀伊安尼行咧，相当的有教育意义啦。对。所以这是阮安平的。足好的一个文化，这个要夜妈祖进前，我搁一个上山的仪式，这也是阮同台湾阮敢若阮有的，这已经有拿到台南市的那个无形文化资产。对。迄就是香山要夜妈祖，这香山夜妈祖的这个文化阮要迄个开始要夜妈祖迄一个早啊，这个妈祖就是伫咱的迄个叫做海线，阮咧讲的安平遐咧讲的三军新遐迄个沿岸遐，伊妈祖就是要对遐出去，但是伊要出门的时候，伊就是要登去伊的祖祠，他们的家，伊爱甲这个一支迄个皇帝属于一支迄个玉钗，伊一定爱摕。这支一定爱背起来，因为伊来挂这支玉钗登去到因厝因是大人爱甲跪，因为伊已经册封，迄个皇帝拢嘛册封咱比伊就足大的官，所以伊摕这个起来，伊去敬拜因是大人，去因的祖厝去看了后，甲倒转来，倒转来了时，这个迄个玉钗用来了，较有正式。所以嘛是说友好啊。佫很玄的，就是讲伊若要转来进前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迄个海岸那个雁那个浪就这样，好像他回来的时候那个浪会这样上来就是很奇怪。对。很神奇的力量。对，很那个神奇的力量。对。了后先甲正式做迄个
那个巡安绕境的活动，这是妈祖4当一届足慎重的一个。对，所以真的很不简单的，还被列入这个无形的文化资产，而且其他的这些活动，除了说伊就是要推广这个优质的宗教文化以外，佮教人爱友好，对不？哇，这真正是无简单。所以针对着这个安平做16岁，这非常有特色，会当讲是全国出名，甚至全世界拢出名的这个活动我前几天刚举行，所以咱今晚就来看一下现场的影片。这16岁是台南府城特有的传统民俗，真侪庙宇拢代办相关科仪。其中安平凯台天后宫今年举办已经迈入第21档，同款选定农历7月7号来做16岁成年礼。总干事林国明表示，今年报名相当踊跃，总共有9个队170位。不管是男女，拢地上状元帽，都来象征男女平权。透过行会道出招无经，竟代表独立中大成人，嘛有侪爸母拢相当重视，专程替囝儿记录，感受囝儿成长的骄傲，甲神明保庇的感恩。现在不是我们大人在做主，而是小孩子他们的意愿，看他们喜欢做什么，这样。没有妈做保庇的心情，就很开心啊。对啊，那希望小孩可以平平安安。当年做16岁，不只是予少年当大人，更是孝道的推动。所以安平凯台天后宫透过感恩礼，请爸母皇帝伫妈祖面头前来见证，场面相当温馨。来，好，来，大声的说，大声的说，来，你跟阿妈讲啦，阿妈我爱你。很好，来，想要加油加油。16岁当大人的这个仪式这是相当的有意义的，因为迄个囡仔大家互士大人甲教育这16当来因的智慧会创啥大家拢开啦，因上爱要紧的，就是知影通对士大人的这个孝顺所以这个阮足强调的。第二个就是讲，因出社会了后时因一定要行善，会当对咱社会国家有一个贡献。为了发扬台南特有做16岁传统民俗文化，市长黄伟铁规工嘛行透透，勉励这群少年对今仔开始，就是爱开始学习承担责任，怎样通友好父母。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个坚持跟热爱，在这边祝福今天的典礼能够圆满。各位好朋友、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另外，安平凯台天后宫新年注意9年以后嘛，增加侪创新的活动，以欢喜当大人扭出新希望为主题，甲安平观音亭零制定等庙宇共同规划，甚至用下潮流生鸟蛋，互家长甲少年朋友拢留下人生就有一摆的宝贵纪念。哇，所以咱安平这个做16岁活动，会当讲是逐当这个参与的人数愈来愈多，而且就是透过不断大家的就是口碑相传呐，然后媒体的报道，因为这是太特别了，所以真的是这个活动以后可能真是也是可以列入那个无形的文化资产。好，那这个部分呢，总干事是不是也敢跟我们谈一下？第一个的话，你有知影这个16岁所以父母亲的养育，还有神明的保护，所以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拜妈祖，感谢妈祖这段时间的一个庇护，所以才有顺利的一个这个成长，然后都可以拜这个咱们观音亭，因为观音亭是0岁到7岁的守护神，然后去九龙殿，去拜。拜，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去拜呢？就是讲按存着感恩的心，其实我们那时候设计一个叫做时光隧道。什么叫时光隧道？因为安平已经经过了5个朝代的统治，除了那个荷兰人了，来就是地神宫，地神宫了来就是安的清朝了，来就这个日本，来民国。所以讲每一个朝代都有每一个朝代的意义存在所以我们那就有办一个叫时光隧道，让他小孩子就成年的时候要了解我们安平的命运，要了解我们安平的过去，因为唯有从过去才能够知道未来。
所以我们有这个时光隧道，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奉茶的仪式。奉茶的仪式就是讲，伊做完的时一定爱捧一杯茶，给别阿母啊吃。我们历经了这么久，这么多次那么在奉茶那边的服务的很多父母亲都掉下眼泪。对为什么他们掉下眼泪呢？因为曾经有一个阿公他们哭掉，我真的这一生不敢指望我儿子会端一杯茶给我喝。我说还是你们这个厉害啦，安尼啦，他感动的真的是流下眼泪。对啊，所以在那边的话，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人性的一个注入。所以整个来讲的时候是非常的一个成功当然成功以外的我们都一定要精进所以我们这一次除了说那个行者鼓励要弄交波经，那我们的一个叫做那个青罗马顶就是说交波经那个是艺术品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个交波经呢？因为安平较早是六角头聚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这交波经做了非常有意义。就是六角头，你也可以看到交波经，发六角头开，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水子，我们安平以前的历史文化背景就是在这边。当然今年已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那明年我们奉我们主委的命令，他说区长，今年是200多个，明年你一定要达到400多个，要 double。我说我有信心来做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大航海的概念。本来今年我们要用大航海概念，因为刚刚交接，所以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这样为什么用大航海概念？因为在台湾来讲，只有安平才可以用这3个字“大航海”，因为你有在那18世纪、19世纪那时候是大航海时期，那安平就是一个国际贸易港，那阵嘛无台中嘛无台北嘛各部各用就是安平这个安平它就是大航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大航海概念呢？我是刚刚讲，除了按来了解这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这16个以外，爱种小朋友的囡仔出来了，要面对国际去竞争，就要面对国际竞争，让他们胸襟有一个国际你们今麦来到安平开的天后宫我这阵也算算的，10个内底有一个是外国一个是对外国的朋友所以现在已经慢慢的国际化了。所以我们要想将小孩子一定当大人较早纯粹是我要领大人工，所以做16岁做成年礼。但是现在的话，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面对国际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头，我们就要让小的大航海时代，安平曾经是国际贸易港，安平曾经的荣耀，所以让小孩子是感同身受，这样子他胸怀才会广大。所以我们明年期待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哇，所以每年的16岁真的是非常有看头哎。那现在变成说安平开来天后宫在推行这个安平这16岁不只和这个庙宇的这个文化变成很优质化，还国际化，真正不简单。所以咱新的团队就临之后嘛我们知道说一间庙宇伊的这个管理委员会，这整个团队怎么去推动庙宇，会关系到整个庙宇推动的好不好。所以你新的团队就临了后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做法，有什么想法？咱大家报告一下好不好？好，那个感谢我们碧纯小姐其实她对安平，其实她也可以很了解啦。对其实人家以前常采访区长嘛。对，台湾的历史要从台南开始，台南的历史当然又从安平发源啦。所以安平非常多的台湾历史的第一啦。比如讲台湾之名源自安平，但我这名安怎来足侪人唔知啊。写到台湾，开名叫台湾。较早叫蓬莱仙岛，叫福尔摩沙为什么现在变成台湾呢？因为一直安平所在叫做大园台湾郑成功来为了纪念他的故乡，所以才把这个地方变成安平，所以台湾这其他地方才叫做台湾。所以台湾之名源自安平。来，你看第一个叫啥？西方文化第一个台湾这次西方文化第一个地方也是在安平。第一城热兰遮城也在安平。另外最早的一个市镇在啦较早叫市集的摊贩嘛叫市集，市镇就是开店的安平来底有3条老街的延平、孝忠、中兴街，这3条老街构成我们安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市镇，所以台湾第一个市镇也在我们安平。还有我们见证到我们18世纪、19世纪，我们安平国际贸易港的5大洋行，就是我们的德记、东兴、
一季、何季、来季都在我们安平开分店。所以这一些这么多丰富的历史背景，印证到我们安平未来发展。所以我们的安平古堡就是在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后边，伊是伫后边呢。那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有无同款的所在是安怎呢？因为安平开台天后宫就是安平较早六角头，即嘛叫十角头。为什么叫六角头叫十角头？也见证到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那一种创新，那一种胸怀。因为较早是叫做六角头，就是安平旧部落，就是安平6个角头。这个6个角头也是在全台湾来讲是最早的角头虾角头社。如果我们有去到总统府的时候，你会看到一张台湾的地图，然后点一点安平，然后再把它放大6角头社。角头虾，这个角头虾历史非常的渊源，而且是每一个角头社都有每一个小特色的角头庙。那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都是这角头庙集合在一起的，所以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叫做庙城文化，非常丰富的庙城文化，还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胡同文化。它讲的延平街、孝忠、中兴街构成了三横三纵的一个这个棋盘式的一个老街。这些老街呢，非常多的一个我们长闽生活。我等下讲的我们的老街，就是我们台湾长闽生活400年的结晶啊。上面摸乳巷啊，弯弯曲曲的什么，里面都有。而且你到了安平去的时候，不要忘了那边的建筑物才是台湾最美的建筑物。你也看讲虽然不大，虽然延平、孝忠、中兴这里面不大，但是包含了台湾所有的一个建筑在里面。按照讲来讲，迄阵清朝的时候，和迄个郑成功时阵有种闽南建筑，3合院、4合院。但是安平独特有单孙手什么叫单孙手呢？3合院就是摸字形摸字形，单孙手就减一手出来，存一个手尔就单孙手。安平现在只有剩下3间，在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店看，你会觉得是说也非常的值得。还有我们的日本的巴洛克建筑在安平也非常多。所以这一些如果能够融合这个宗教，融合在我们安平里面的话，那我们安平天后宫就有责无旁贷的责任。所谓责无旁贷的责任，就是说，一定要把这边发展。所以按较早叫6角头，这摆叫10角头，现在这摆叫10角头呢，因为较早台江内海都是按这摆著名的5期的，5期较早是海现在是台江内海，有依居，然后内湖啦。铺开铺开靠这卖起政府嘛，这么大的地方的话，当然要把它纳入在安平的管辖里面。是还有安那一个叫做现在叫做三滚星叫做渔光岛，那边也是1角头，所以总共就是10角头，所以象征着我们庙的一个那个胸襟。我们不是保守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这卖6角头，这卖7角头，这卖10角头。或许未来的话。未来的我们的5节更生胜啦，那个庙拢开然后我们可能就12角头都不一定所以就是一个这个代表庙的一个胸襟庙的一个胸襟所以我有跟诸位报告说，我们现在既然是10角头的共主共主所以有人问讲，安平开台天后宫上个水的倒讲，安平开台天后宫。跟其他的庙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其他庙宇都是信徒那的选委员去，我们不是，我们是10角头的共主，10角头庙的共主。所以既然是10角头的共主，我们就有责任去推动10个角头庙的一个文化。不仅自己个推广到别人结合起来。对，那个每一个角头都有每一个角头庙的一个特色。对，因为一个庙，如果说我要行销，如果说我这个庙的一个神针要行销，可能它的一个范围不够大。所以我们在安平开台天后第一招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开启安平的一个庙宇的庙城文化然后在我们的安平那个就是说我们来训练，负责来训练这些解说员然后给他一个证照，然后我们对全国的朋友来那个开放，就是说希望了解我们台湾历史的发源地，台湾历史最早的庙宇的文化，就到我们安平来然后我们会安排一些那个解说员到各庙去
帮他们各庙行销。啊，你如果到安平去的时候，看到这10个角头社的历史文化，你会发现到安平的后啊，专台湾的庙宇都尽说它的历史背景都我们安平都有。对呀。啊，所以我常常讲，给我们4个总统，给我们4个总统，我们给你台湾庙宇的文化，给庙宇的文化，真的很值得。对，这个是的。这样子的话，这是庙宇的文化。再来的话，你要看安平拢总有36个动人的故事，36个动人的故事，那讲开讲个一部，包括安平金小姐，那个安平追想起里面金小姐的故事，对啊，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安平的故事，就36个动人故事，43个景点，是43个景点，还有搭上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小吃，所以会构成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深度旅游的一个路线。对，深度旅游路线。宗教文化是台南嘛，是相当重要，因为咱台南这一寡工业迄落系拢无伫台南多，但是台南会当吸引外来的迄个旅游客的时候，宗教这一块相当重要。很重要。对，你从那个南昆新啦、鹿耳门啦、咱安平啦、天后宫啦，还有南区。这个整个一条线都值得发挥的地方相当的多了。对。这就是我们爱咱市长给咱大力都去给做这个对推动这个。相信市长应该也非常愿意，因为现在要极力的推观光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一次不是世界少棒来吗？对。世界少棒来的时候，他有到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去参访，而且参访的时候，其实。他们对那个神尊的话也是非常的敬重，非常的敬重，然后拜一拜。其实他们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抽签。抽签。抽签。他们觉得会抽签嘛。那我们安平开的天后，真的是非常的灵性呢。你知道抽我底下嘛，我讲安怎拜安怎抽啦但是我有迄个三双手，迄个啥合掌，我妈做讲今仔是外国朋友来。然后他在这边抽签的时候是一种那个我们要推广，是一种乐趣的，对，是一种乐趣的你不要生气，安尼啦，我不是讲我怕是说那个你不敬啊，安尼然后我就然后我念知抽签抽来先，跋杯。拢笑杯，念啦，规拢笑杯，大概抱着笑杯啦，都抱着笑杯就对啦。伊是讲这个抽这个来看上杯无，我有笑杯，但你换一个这个笑杯，换一个笑杯，所以你看的时候就觉得是说，其实我们的宗教的一个信仰或者宗教的一些活动，其实会吸引很多人进来，会吸引很多人进来。所以我们的安平开的天后当然要整理这一些个历史。整理我们的安平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景点，所有的景点所有的故事，因为景点加上故事，再加上庙城文化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一个地图。对，美丽的地图。何况我们安平开台天宫得天独厚，因为就是在安平古堡的旁边，而且我们安平43个景点就绕在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周遭。所以对遐行出3脚步的故事，对遐行出300户的景点，你看多美！所以来到安平的时候，真的不要开车，就开到停车场就好，漫步在安平，你会享受到我们真正的一个庙城文化，真正的我们的一个小吃文化所以我们期待，我们也有信心把它打造出来。哇，所以安尼听起来新的团队就临了后就是除了说本身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本身这个庙宇要互伊发展以外，佮结合咱当地观光、文化、历史，哇，甚至整个这个小架啦佮有这个景点，还有一些感人的、动人的故事，真的要把它营造的是在经营我们整个安平、整个台南市所以这个市长真的要大力来支持一下。我有那真欢喜去顶早去听的安平我们这个安平的名字是。地仙宫好的因为地仙宫伊早住伫安平大陆的安平但是大陆的安平咱改名，改做迄个安海。因遐的人即摆过来咱遮看咱安平用做遐灵体因感觉因安尼很没有迄落，因讲他们要回去要去申请恢复这个安平的名字要把它改变。所以咱安平的迄个历史。
迄个戏吼，有时它的也足重要的一个戏剧。对对。我听到安尼，我嘛足欢喜。欢喜里面改回来吼，还有一个寡迄个足多迄个历史记载，能够继续下去。那我们听了都觉得很骄傲了哦，所以这样子听得出来，这个我们新的团队上任之后，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了哦。好，那这其中刚才毛公姐这些杂高桃啊，除了你要帮他们发展这个他们庙务，大家就是大家合给这会嘛哈，结合在一起，力量更强大。那我们知道说，这改定的管理委员会来宾吼，就是连你这杂高桃的庙务哈，里面的人员都有参与。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安平区选出的议员也是在里面当这个当然的委员，还有我们里长联谊会的会长也是啊，所以恁安尼做用意是什么？这个用意，我谈到报告的讲，我们安平开的天后宫不是只有我们旧安平，而是随着我们安平的一个这个范围的扩大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变成杂高桃我们安平这个安平开的天后范围就是安平整个行政区，对啊，所以我们认为义演的话要义不容辞，为了我们安平的发展的时候来帮忙。要帮忙，一定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称呼。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2个议员都把它纳入，而且这2个议员真的非常用心，真的非常用心哦。他们只要我们安平开台需要，安平开台天后宫需要什么的主管，他们都会帮我们到市政府。到中央去警处啦，你就知影，为当时按亚妈做嘛，然后妈做要出事嘛，交通的问题所以我们把里长联谊会的会长把他纳入，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希望我们那个里长按分一寡资料嘞，希望里长帮我们推动一些的业务，或者是说我们安平开台天后跟里长可以互相的互动。然后里长的活动可以在我们安平开的天后宫做主管来推动所以我们希望里长联谊会的会长也到我们这边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里长联谊会的会长还有跟我们的议员的话也非常非常的乐意爱当来参加庙书做好的，因为安平开的天后宫跟其他庙不一样，它就是整个安平境内的供职。对啊，供职所以就是也是一个这个信仰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当然议员都非常的高兴。对，所以这行北京庙务无讲然后他们也可以帮忙，就是说在经费争取方面然后在一些宣传等等方面，其实都对庙是非常有帮助的。哇，这个做法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创新。好，那另外咱知影讲，我们主委跟总干事其实长期都在安平，就是深耕然后你们就是对当地非常的了解，尤其是咱那总干事这苦丢这他顾而且他在区长的任内真的推动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商圈什么建师等等。真的数不清，太多，把这个安平带动的这么发展的这个工作，都是在我们区长任内啦，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到了我们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来担任总干事之后，你该把你进前就咧做这个区长时阵的经验嘛，迄阵咧推动咱安平一寡发展的代志，他们大家结合做伙，是不是就让我们这个发展会更好？好的。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也是检视到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的一些主管，那一些要改变的地方。我们其实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乡溪大楼，因为我们乡溪大楼，我们以前就是那球平野这边的上下铺啦，现在这个时代的演变中坡上下铺，中坡才啦又上下铺，这个。总无人要大了呢但是在我们安平开的天后宫的主管就是它是坐落在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安平旧部的中心。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中坡改装然后你也知道，我们来做些新年所以我们弄了把这边的一个这个显榜的话，把它那个全部改装以后，我们会这间是叫做大马。这间2马，这间3马，众神我们的名称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现在最夯的电影是对啊，与神同行呢。人都较好起来的人都较快乐的人，心肝都是有一点的一个贼，有一个贼啦这个感啦如果真正讲，我来大马房，底下困一暝时，大马给我启示。是我2马先叫起事，你看，我这马是无收无收这个费用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捐那个香油钱。因为今仔日我哪当伫大马房，还是底下先AM
大妈头讲啊，我这干安怎读就好啊，安怎坐就好。你看，那我们是不是你的关的心都比较少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叫做与神同行。跟神底下的神真的是对，当然要结合时代潮流了。对啊，是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会带动我们安平的一些经济。的一个经济为什么会带动安平经济？目前来讲，伫阮遐的是民事业者，他沙巴的啦，一暗拢好沙巴的地啊，但是沙巴暗时无当走啊，无当走倒呀，花园夜市招雅集啊，无当行。如果我们那边的话，那边有夜间的话，有在那边有活动的话，我们是不是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后来在大海人，我会在这边周遭的用餐。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民事业者就，早等我不换哦，我们就是发那个早餐券，你可以到安平的相关的店去遐吃牛肉汤嘛好嘛，去遐吃按沙瓦鱼汤嘛好，鱼丸嘛好嘛，这样子就带动安平的一个经济。还有我们有一个在安平古堡旁边有一个叫做那个安尼三角公园，三角公园，三角公园我们把它认养然后变成一个马祖公园。把大妈的神机、把姨妈的神机、沙妈、西妈、众神的神机，都在我们的一个妈祖公园，我们把它认养变成一个妈祖公园然后营造打卡，营造打卡，那个露出名对，所以可能就是第一个专有的一个妈祖公园。这样子的话，就不只是带动了我们那个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就妈祖文化。妈祖文化其实要推广。妈祖文化其实大家都晓得妈祖文化，大家都晓得，但是要怎么来推广，要怎么让我们的显然信入感受到妈祖都永远它存在。所以我们那些神迹一定要在那边。去到遐跟妈祖翕一个，跟妈祖的时阵，这个啥，这个我们塑造出的景点跟他照一下，他的神迹都会在那边。随着这个打卡，随着这一些的神迹的话，我们相信会把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的妈祖的一个那个神迹，一个那个人工神恩的话，可以广遍所以让大家共同的一个信仰。哇，听起来真的是这个做法很创新呢！哇，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咱苦丢里来当创新这么多，到了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一样创新创意更多。哇，所以咱今日这波做个奖所以相信咱的观众朋友拢非常期待，讲安平开台天后宫后续会得推出什么款咱感觉更创新的做法。那其实这个对于推展我们的这个妈祖信仰文化也是相当的有帮助的。和咱这波最后咱就请注意咱给咱做一个结论好不好？我开台天后宫供养的这个妈祖那是咱台湾甚至咱全世界大家共同供养的神尊啦。希望大家有机会来瞻仰伊的棺材，甚至甲恁心内所想的代志，会当讲互伊知，伊来咱个有这个来甲咱斗相间，互咱这个国家会当和平大家安和乐利大家真快乐安尼。这是阮的期待。对，所以主意其实都无简单，要来做着安平开台天后宫的主意。咱知影讲进前你嘛有参过做这庙书嘛这届当来做安平开台天后宫的主意，真正无简单。你敢是有啥物感想要甲大家讲？因为我身为安平人个我自从细汉的时阵拢看到阮老母我妈妈安尼透早每一日不间断，除伊身体艰苦，每一日伊就去观音亭甲佛祖拜拜，过来安平天后宫就是甲妈祖拜拜。逐天拢去每天不间断的。早期伊较好过了的时阵伊就是咧求妈祖求佛祖求妈祖时，伊要离开，早期迄个钱较大样就是功德箱落一个20块，迄个天后宫就落一个20块，安尼。迄阵20块足济。对，不间断的。到较年月较济的时阵就甲看完伊就落50块，再落50块，不间断的但是他心呢，我知影伊所求的拢只子孙啦，这子孙绝对大家会当下，所以我是。拢无求家己，拢求子孙。所以因为这届我人伫国外的时阵，因改选，去选着我做主委，我变做我义不容辞，我一定要回来为咱的妈祖做这个代志。我
拜托阮这个团队吼，大家吼，看我，给我力量，大家动起来，伫阮这个人来吼，做伙足无共款的一个妈祖文化。哇，相信主委遮尔有心吼，大家拢会甲你斗相挺。好，来总干事。其实一个事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带动起来，这个团队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一直有一个梦啦，我有一个梦，是，因为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后面就是安平古堡，那整个的时候，整个的一个环境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是不是我们安平开的天后宫那个广场跟我们的一个安平古堡结合我们的老街？是不是营造一个我们所谓的马祖左岸？马祖左岸就是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边漫步，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在那边，体会马祖的一个那个博外的那一种精神。所以漫步在那边的时候，更感谢各方神子的一个保佑。所以我们可能要打造一个叫做马祖左岸。哇，这听了以后更期待了，想要看看说，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咱拄啊上林啦所以这些代志拢拄啊咧推动所以相信呢，哇，在我们主委跟总干事带领之下，应该很多人会一起来协助。好，那我们也大家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安平开台天后宫更加有发展，因为这个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安平，甚至台南的整体的发展。好，咱今日再一次感谢主委也有总干事跟咱直播当中，谢谢卢有礼主委，还有谢谢林国斌总干事。好，启明新乡直播的李佳个一段了，咱再会。